小亮他姐刚才来了。他来干什么呀？说是来看你，但我一瞅就是找茬打架来了。他跟你说什么了呀？他说啊，我们小亮啊，工作也好，长得也好，什么这也好那也好，我们不愁，离就离，离了我们再重找一个什么的。他真这么说的？我当时心说，我说呵，真成。说实在，我们家小米比你条件好多了，我们说什么了？是。妈，就是你跟我爸离婚以后，我爸当时跟王琳琳好的时候，你难受过吗？我跟他离婚的时候吧，我真是觉得你爱跟谁好跟谁好，我才不管呢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觉得我肯定不疼不痒的。他真一找了王琳琳以后，我3天都没睡好觉，哎，小脸咔就瘦了，真的。女的吧，一般都这样，就是这东西我可以不要，但是你不能拿走。那妈，我问你，你真的希望我跟小亮离婚吗？离？真的？谁怕谁呀？当然了，哪个妈愿意看着孩子难受啊？离婚毕竟是难受的事儿，是吧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敏儿，这个事儿闹到这份儿上，最起码的，你跟小亮得搬回家来住。就是不搬回到我这儿住，你们俩也坚决不能跟他们家一块儿住了，知道吗？这是底线，听见没有？这一趟了，有凉的没有？白了？没有，不过也没剩。你是按照我教你那么说的吗？啊，不卑不亢。可是人家也不卑不亢。那你就没换一种其他的打法？换了，可人家也换了。所以，去的时候啥样，现在还啥样。看来这次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呀。您要是不想让小样离婚，人家提出条件，就得让他们单过。单过？小亮，这么晚了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出去一趟。来了，谁呀？哟，金亮，小哥，哎，小米他爸在。在呀，在，快进来来。老米，你看谁来了？爸，快坐着，坐着。坐进来。哎，现在小米来了，好久没见了。来看您还空着手来，也没带。哎呦，见了。说什么都一家人。哎，怎么样？那个和米儿的关系恢复了吗？你别提了吧，一点都没恢复，一点都没缓和。
您都不知道我去见一趟小米费多大劲，他妈都不让见，最后好说歹说才让我进去。进去之后也没跟小米说什么，他妈还挡着，最后给我赶出来了。他妈现在就不让你进门呗？我挺不待见我的感觉。这娘们儿他就不懂事儿，不讲理。我说爸，您也别生气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，毕竟自个亲生女儿流产了嘛，当妈的是吧？你能那么想，我真的挺欣慰的。懂事，受过高等教育就是不一样啊。人和人不就得互相理解、互相宽容、体谅吗？很好。哎，爸，您最近也没见小米吧？没有。那你不想他呀？怎么不想？那你不看看他？哎，你别还真是啊。啊。从上他出院，我送他回家到现在，我真没去过。这瞎忙了。哎呀，是啊，光忙了。对不起，我闺女。对，我去看我闺女。哎，我跟您一块儿去。行。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是你来的目的啊！让我带你去是吧？就掩护你进去。你放心，我搞定。王志华敢不让你进去？你等会儿啊，我去穿个外套。好好好，我等会儿换件衣服啊。好，好，你坐。哎，你们聊，你们聊。哎，爸，您稍微快点啊。好。哎，金良，你看你也瘦了。没事，一会儿见着面就好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去王淑华那儿吧，他就是吵啊骂的什么，咱就忍着点。没事，这爸一去我就放心了。哎呦，小可怜儿啊！你说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让我蒙在鼓里呀？你干嘛不告诉我呀？嗨，又不是什么好事儿，跟你说什么呀？你把不把我当朋友啊？瞧你担心样儿，我又没怀上你孩子。神经病，都差点当妈了还这。哎，阿姨，来杯茶喝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丁玲，你可得好好说说他。你瞧这才歇几天呢，屁股底下长钉，心里头长草。这孩子，我怎么长草了？你说你怎么长草了？才几天没见小亮啊？你瞧瞧，你心早飞了你。他打电话我不接，短信我也不回，我飞哪儿去啊？你倒想接呢，你接得了吗？要不是我把你手机给没收了，好家伙，你早跑了你。哟，阿姨，您这事儿可有点狠啊，涉及到自由了。那没办法，当妈的嘛，对闺女下手就得狠一点。我告诉你啊，要小亮绝对不能让他出声，听见没有？谁呀？我米饭。哟，你爸，真行啊你，你还知道来看看闺女啊？够可以的你，看看你，是。哎，你干嘛来了？你不能进。我跟小美想谈。不行，小亮，来，婚姻法记住，哎，合法夫妻来看媳妇，哎，要投诉你，不然你得投诉你，哎，他这个。我怎么了？你就投诉我？你凭什么投诉我呀？哎，金大夫。哎，你干什么呀你？我家里有人啊。哎，阿姨，那我先走了，你们一家人聊。啊，走了。小米，回头报社见啊。没事来玩啊。好嘞，先让他好好休息，我回头再来。阿姨再见。再见。干什么你？你们俩回避一下，我有重要事跟你妈商量。哦，去吧。干嘛回避啊？要说什么呀？回避不行。我告诉你不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给我松手！你给我松开！你别动手动脚行不行？你这很不正派。你别去，你要去我就拉你。坐。想我了吗？想啊。骗人！想我不给我打电话。手机在我妈那儿，我偷不出来。你不是一直希望这个咱们米儿和小亮出来住吗？我决定还得给他们买套房子。我是说出来让他们跟我住，不是让他们出来单独住，明白吗？不是什么意思？我这听不明白。你说什么意思？我这么大房子，我一人住干嘛呀？空空落落的，让孩子们过来多好啊！我还能伺候伺候他们，跟他们在一块儿，是不是？不对啊！人家当初要结婚的时候，你这不让人住在家里的。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呀，情况不是在不断的变化吗？你这思想得适应新的情况啊，这毛主席说的。
但是晚了，因为当初你不让人家住，人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所以吉娜爸爸把老家房子卖掉，人家用血本钱替他们买的房子。哦，你现在就让人跟你住，你考虑过吉娜爸爸的感受吗？你换位思考了吗？凭什么呀？对人家公平吗？有什么不公平的呀？都在北京，他爸就住那儿呗。他想见孩子，打个电话，俩孩子就过去了，有什么不公平的呀？对呀，同样呀，你要想闺女随时打个电话，他过来看看你，不也完了吗？我是当妈的，我想跟我闺女和女婿在一块儿住，这有什么错啊？我就不明白。可人家当爸的想跟儿子儿媳妇在一起住，有错吗？所以你这不讲理呀，同志。成，我不讲理，我就不讲理了，怎么着吧？哎，我就不讲理了，行不行？我告诉你，米饭，你是有一和和美美小日子了，王琳琳再给你生一个啊，你们和和美美一家人，王琳琳他妈再过来给她带孩子，你们再多雇俩保姆，你们一家多热闹。你想过我没有？你想过吗？我日子怎么过？以后，我现在可50多岁了，再过10年呢，20年呢，30年呢？你什么意思？你非让我孤老而死是不是？你告诉我。我跟你家说话，就剩咱们夫妻一场，你放心，你的后半生我包了。我给你请最好的佣人，一切我负责你的生活。你少跟我谈佣人，我不要，我不让人伺候我，我不要陌生人。外面雇来的就是雇来的，没有血缘他就没有感情，能真对我好吗？欺负我怎么办呢？啊，给我下药，偷我东西，我老年痴呆了，我不明白怎么办？所以我告诉你，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，我必须得抓住我闺女，我必须让敏儿跟我在一个屋里住，必须让她在我这儿生孩子，我必须带我外孙子，让他们爱我，对我有感情。我临死的时候，得我外孙子、我闺女、我女婿都守着我，能不能甭想让我一人死。我跟你讲，行，再议，好吧，再议。甭跟我议了，没什么可议的。你别这么老年痴呆了，好不好？这痴呆不是那么轻易痴呆，就你这个性格，他没有痴呆那个基因。你放心，我研究过痴呆，你不是你得不了痴呆，你放心吧，不会，你清醒的很。行了，反正这个事情，我妈要是这个态度，你肯定害怕了，你肯定想跟我离婚，然后再找一个更好的。
好不好？我不看大河马。嘛呢？这么半天？妈，小亮决定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了。哎，小亮回来了。爸呢？情绪不高，屋里歇着呢。你干嘛还跟那儿戳着？还不回屋歇着去？干嘛呀你？笑这么瘆人？没有，我觉得姐，你今天这衣服特漂亮。啊？有什么事要求我？你看，要不说你是我姐呢，确实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我跟小米吧，从结婚到现在，我们俩这出了好多事儿，因为我爸爸跟小米这关系一直就没处好。这出了各种事儿，什么样的都有，我就一直都平下来了。看出来了，你看出来吧？出了好多事儿，您都不知道，但我都给解决了。真是不容易哈。但现在呢，这事儿平不下来了，小米流产了。对。所以现在我就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您就别住这儿了。不是，小米流产了，跟我住，跟我住不住这儿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想把我给赶出去？不是，这话说的，我能把你赶出去吗？你是我姐，我能那么干吗？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让您在这家住了，我是说您别在这儿睡，您到里屋睡我俩那床去。不，哎，那你们俩呢？你们俩去哪儿睡去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别激动。我搬我丈母娘家去。搬丈母娘？你看，我跟你说，你别激动，你小点声，别让爸听见了呀。我能不激动吗？啊，你这要让爸知道了，那不得气死啊他！你怎么跟他说呀？啊？我不说。你硬搬呐？你替我说。我替你。别大声，你就让爸听见在，你别激动啊！我替你说。你是我姐，你不说谁说呀？你是他亲儿子，你都不敢说，我敢跟他说吗？我跟他说，他把爸给杀了的。你在咱爸心目中的地位，你不知道啊？啊，咱爸一贯的重男轻女。你说你掉冰窟窿里一次，哎呦，不是，咱俩一块儿被救上来吧？他把你一人送医院去了，根本没管我。您就别老提我掉这冰窟窿这事儿了，行吗？这都提了20多年了。我知道您好，您是我姐，所以这不是你帮我吗？我是告诉你，你在咱爸心目中的地位。他那个封建脑袋根本不可能让你出去自己单过，他等着你给他养老送终呢，这你懂吗？20年前，姐，你救了我一命。20年后的今天，您再救我一命，就这一回，我求你了，姐，真的。小亮，你再掉冰窟窿里，姐还去救你。但这事儿，我说不了。你不去？我不去。那只能我去说了。你去吧。行，这样我明天就说。我必须打我爸个措手不及。你可千万一点不能漏啊！你不能跟爸提这事啊，口风必须把住了。你姐你还不相信吗？我不会跟他说的，我肯定不跟他说。对，你就绷住了，千万别说，我得打他措手不及，你知道吧？
你说的时候你注意方式方法。是，对对对，你别把他给气着。是。上厕所。回去别让他看见。千万别露，我必须打他措手不及啊！绷住，绷住。都这么晚了，你弟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回来了，我刚才还跟他聊半天呢，现在回去睡去了。回来了啊？哎呀，真的，我可全告诉你了啊！别跟他说是我说的，要不然他得跟我急。你赶紧想想怎么办吧。明儿我告诉你啊，就这事儿，谁坚持到最后，谁赢得胜利，真的。坚持到底，赢得胜利，这是你妈这一辈子得出来的最重要的人生经验。你从哪儿得出来的？生活里呀，哎，比如说啊，我跟你爸结婚的时候，当初啊，我第一回把你爸带回家。姥姥姥爷一看，当时就蹿儿了。姥姥说：“我的妈，你给我找一什么人呢？北京那小伙子死光了吗？你非找这么一个？你瞧他那样，哎呦，就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然后吧，就躺床上一病不起。姥爷天天奔医院打吊针，哎呦，把我给吓得，你知道这多长时间吗？半年多。好，我们就那么耗着，我非要接，他们非不同意。”我当时一看，完了，到最后我觉得啊，明天姥姥姥爷再不同意，我真算了，我真不跟他结了，别回头弄2条人命搁我手里。就这时候，头一天夜里12点，姥姥姥爷完了，哎，跑我屋一推门，哎，淑华，既然你非得要嫁给他，那我们就也不管了。我当时就从床上跳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哼。还有就是我跟你爸离婚这事儿，你爸爸就是坚决不同意离，我咬着后槽牙都非得离，我就不愿意跟他过了。我们俩耗了有多长时间啊？耗了得有个2年多，从我提离啊，后来我都快坚持不住了。我有一天我就想，明天你爸要还不同意，我就给他打电话说算了。我真的就跟你凑合过一辈子吧。你既然这么犟，结果头一天晚上12点，你爸软了。哼，你瞧，坚持到底又是胜利。嗨，我算是明白了。你这坚持来坚持去，结果就是0。什么叫0啊？我要不坚持，能有你吗？那我觉得小亮他爸还是不见得答应。怎么会不答应？你傻呀！小亮心全在你身上呢。妈，我将来可不能生儿子。怎么了？那万一将来我儿媳妇要是和他妈也用这种方式对我，我可受不了。你放心，从你生了儿子啊，儿子3岁会说话那天，我就开始教育他，什么我都让他说了算。我说你是男子汉，你说了算，你甭看别人脸色。嘿，合着便宜全让咱们给占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妈可是个讲理的人，凡事都讲理，就在你这个问题上，打死都不讲理。因为我发现，在你这问题上，我只要讲理，我就吃亏。您在这干嘛呢？等你醒的。有事儿啊？你不想跟爸说点啥呀？我不想离婚，我爱小米，我想跟她一辈子都在一块儿。
那小米啥意思啊？他也不想跟我离婚。爸也不想看到你们离婚。爸，那我就跟您直说了吧。我和小米，我们俩想搬出去住。对不起啊，爸。你没事了吧？没事儿。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女人小产跟坐月子是一样重要的。我得喝汤，喝鸡汤，你喝了吗？喝了。哦，还有啊，你不能着凉，要不然以后会做下病根的。哎，你想聊什么呢？带我一个呗。女人的事儿你懂吗？不该问的别问。什么事儿？女人的事儿你懂吗？不该问的别问。你是病人的家属吧？爸，我老婆怎么样了？现在呢，你老婆胎盘前置，造成了大出血。那不是会有生命危险吗？当然，危险肯定是有，很有可能孩子保不住了，你有个心理准备。不行啊，大夫，大人孩子您都要保住啊！我求求您了，我求求您，您。可是孩子没了以后不是还能再生吗？你要是保孩子的话，你老婆的命就没有了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？你就赶快签字吧，再晚的话，大人孩子都没命了。你相信我们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。老同志，老同志，看见没有？给我买的啊？什么呀，我的新的发财之道。我准备靠着这个东山再起，把我以前亏的都给赚回来，然后我再买一别墅，到时候我请你过去跟我一块儿过。你这不就是一个洗脚盆吗？我看着像。这就是洗脚盆，它也是一高科技的洗脚盆，您都不懂。等我把这弄明白了，到时候我再给你讲，好吗？中午吃饭了没？吃饭没有？你又耷拉个脸啊？是不是金亮又跟你说什么了？你怎么又这只脸色了？丫头，爸问你一句话，你一定要如实的回答我。你说我要是死活不答应你弟搬出去单过，结果会是什么样？结果就是他们俩人还住这儿。小米呢就整天耷个脸，然后小亮看小米耷了个脸，他也耷了个脸。您看他们俩人耷了个脸，您也耷了个脸，然后心里一肚子的怨气，做一桌子饭，谁也不吃，都剩着，就这样。不是你这意思是，他们俩就不应该住在这儿？我这个老公公当的不合格，不称职呗？没有。那你啥意思啊？我可没这么说，在我心里，您称职，特别称职。就是在他们心里，不知道。哎呀，你弟弟还跟我玩心眼儿呢，哼，说是要出去自己单过，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。他就是想上小米家过去。我是担心呐，如果你弟上小米家过去，那不得让他丈母娘跟小米那不得欺负死啊！我不愿意让他们搬出去过，我是为了你弟好。你说我现在年纪轻轻的，手脚利索，他们两个要是不在了，我还少照顾两个人吧？我是为了他着想。你弟在我身边，他最起码他
不受委屈呀。要我说，您就贱皮子。您说您替他们都想好了，替他们都弄好了，他们领您情吗？就算金亮是您亲儿子，他领您情，人小米人凭什么领您情啊？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跟老人一块儿过，真的。这小亮他们是没有经济实力，这要是有经济实力，就在外面买一房子，也不跟您过，也不跟小米他妈过，人就自个儿过，人多滋润呢，没人管。哎，您也甭难过，我把话搁这儿，他们俩人就是跟小米他妈那儿过了，也过不长，不定出什么事儿呢。接着说。接着说，您想啊，他们俩人在这儿过的时候，小米跟您不对付吧？小亮夹在中间难受，是吧？这他们俩人过去过了，没准儿小亮跟这个小米他妈也不对付呢，对不对？这回就轮到小米夹在中间难受了吧？咱们金亮脾气好，能忍，小米可不是，那可是一暴脾气。再说小米他妈，那是一省油的灯吗？那是一更大的暴脾气。接着说啊，这暴脾气对暴脾气，这俩暴脾气搁一块儿，您想那不得火山爆发呀？这火山一爆发，那不得地震呐？那一地震，那不得海啸啊？那一海啸，那不得核泄漏啊？先重点说。重点就是他们家成重灾区了，没法待了。到时候小米就想啊，说，哎，您这儿有吃有喝，招待挺好。他呢，到时候发点小脾气，您还能忍上，没准人就回来住了呢。接着说。都回来住了，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丫头啊，你说的太好了。真的吗？以退为进，好。那我就来一个顺水推舟，叫他们出去过，我就看看你弟在他丈母娘家，他到底能过多久。想多了，好，生活呀，生活，这是需要大智慧、高智商啊。您是在夸我大智慧、高智商？你自己琢磨吧。晚饭爸就不做了，你多吃几个香蕉啊。我都大智慧了，高智商了，你给我做顿晚饭怎么了？生活像一团麻，还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。生活像一杯酒，尝不尽的酸甜苦辣呀。哎呀！邓大姐，那个理想集团那笔款子你入哪儿去了？理想集团那笔款我入咱们所了。你入咱们所干什么？我不专门交代过你吗？那笔款入华信。我又记错了。吕律师，哟，您在忙呢，那我一会儿再进来啊。好，好，好。你不能那么心不在焉的，知道吧？不能再出差错。我记住了。先赶紧把那笔款转华信去，知道吗？好，我现在马上去办啊。律师，这几份文件您看一下。哦，好。小亮，多吃点儿，这2天都瘦了。哎，爸，你站那儿干啥呀？吃饭呢？那饭菜都凉了。快吃。
早晨你跟我说的那件事儿，我想了想，你们搬出去过吧，我同意了。真的吧？真的。那我也不能眼看着你们两个离婚呢。但是我有一个要求。你说吧。你搬到他们家以后，一定要把腰杆子立起来。你不能给咱们老金家丢人，也不能给我金大柱丢人。你放心吧，爸，我绝对记住了。你放心啊。那个，这样，我给小米打个电话，我跟他说一下，我跟他说一声啊。你们先吃，我这马上过来。你们先吃。快去。你看看啊，一说要搬出去过了，你看他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，大鼻涕泡都快流出来了。哎呀，爸，人老了，不招人待见了。我带着您，我跟您过，行吧？来，啊，就不吃了？又做多了，晚还得吃剩的，真是。米儿，吃块肉。啊，米儿，吃块肉，好着呢，这肉特烂。哎呀，妈，你不知道，以前在他爸家住的时候啊，我每天上班就怕下班，现在相反了，每天过了中午我就想着回家。那当然了，住自个儿家多舒服啊。是不是妈做的菜好吃啊？太香了。好吃使劲吃啊。多来点，来这鸡肉来。你想吃什么就跟妈说，妈给你买去。啊，现在就是除了螃蟹不能吃，螃蟹太寒。明儿我买几条黄花鱼回来给你们烧。糖醋。行，好嘞。买点虾。妈明儿买去。啊。哎呀，可得给我姑娘好好补补了。小亮，你也使劲吃。是，我就。每天上班那么忙，大小伙子，人铁饭是钢。吃肉啊。我跟你说，你一定心细一点，任何蛛丝马迹你都别放过啊。哎，好了，先这样。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哎呦，你这又喝多少啊？啊，来，慢点。哎呀，哎呀，慢点。没事。我跟你说了，少喝。哎呀，坐这。哎呀，没事。哎呀，我几个同学不在法院吗？非要说聚一起喝酒，4个人喝到3瓶白酒，他们太能喝了。哎呦，那你这也不能光为工作，咱这身体不要了啊！哎呀，有时候真没办法，为了工作挣钱，他还就得喝酒。挣钱不要命了。你挣那么多钱都干啥呀？给谁花呀？为你花吗？你就是我挣钱的动力，你知道吗，亲爱的？都是为你。听着真舒服啊！走，早点上床睡觉，快陪我睡觉。你先上去吧，你冲个澡啊。好。慢点啊。快点啊！行吗？没事。哎呀，没那么夸张，没事。慢点。对我慢点就行了，不会倒的，没问题。哎呦。
哎，大姐，哎，我亮亮。啊，小亮啊。哎，爸呢？睡了。可能累了吧？这才几点呀，就睡了？谁知道呢？哦，是吧？没事没事啊，我就是问问。啊。好，那你也早点睡吧。啊。好，那挂了啊。怎么了？天儿啊！我刚才洗澡忘了带浴巾进去，在里面站了半天没敢出来。为什么呀？我忘了这是我家了，我还以为还在你家呢。嗨，你这没事吧你？我家又不是地狱，让你说的。还不是被你爸给吓的。